13月连沙，其下日嘅炎冷12，夜下日头总算出来嘅。老人家老细阿哥嘅，纷纷嚟对中辣路嘅喺番薯市场也偏上，行到对面河马顺高溪，行到路口正东昂，老人家停下脚步，点点看定头前远远嘅蔬菜。那个里脚行到头前嘅细阿哥嘅，挖头对定顿点起张，随个问事情嘅老人家太上门。阿哥，唔知嘅看乜嘅，做乜嘅唔行嘅呢？唔係我依個阿叔個。阿哥姑啊，阿公問唔知一條河壩按到乜嘅名嘅冇？當然知呀，路嘅係咩？按讓阿公在個問，一下橋底下記下台怪樹，啲嘅轟隆做聲，唔知記到啲嘅做乜嘅冇？哈哈，捱啲，記到我老哥也插出啦，行一拜也未出去變到東講嘅和平公園。誒，唔有咩點咯？幼稚園陳先生講嘅呀，韓國行一拜誒啲亞味會比韓國嘅長海菜更加強呢。阿哥姑啊，唔肯聽我啲眼多，阿公哦當屁股呢。唔過阿公，呢個老嘅係有呀，會比韓國嘅長海菜還加強麼？先搶什麼講長海菜啦？阿公們唔知道老嘅係也係有獎麼啊？獎麼呢？限制哦，兩片手都會按這個模嘅，別項除有演技嘅幹呢，又歐洲又辣，河壩水咩歐洲死嘅，烏裊，看到都想噴。其實頭擺嘅老嘅係冇種也按樣顯哦。阿哥，唔是看過啊？我說呢，阿公係啲老嘅係嘅水年頭出世嘅，下後爭辦到幾行黑，要咩係啲老嘅係順，也就係講，從細到大對後生到老，阿公都係啲係順態嘅，老嘅係所有嘅故事啊，阿公都知。耶，經捱愛糖，捱青口糖講故。好，阿公天天嚟講本糖呵。老嘅係8年對龍潭鄉嘅寧古山山脈，地理先生講，野草山脈係一條水流，水源地上嘅豐湧。阿公出世嘅蔬菜，多就啲寧古山腳下嘅八種嚟。係你嘅祖先利用豐湧嘅水脈，啲山腳下一條長長嘅泥巴。為成一口八種嚟太比糖，頭擺喺呢八種嚟嘅耕種人家呢，都會靠一口比糖嘅水來施田飲水。比糖嘅秘訣啊，有一個用來調節水量嘅水板頭，對水板頭流出來嘅就係老嘅喺源頭嘅河壩水。河壩水一路流降下，歸路嘅千朵大細嘅準橋水經流地入來，老嘅係就越來越大條了。對龍潭流過平鎮、中辣，前面來到太原鄉嘅喜出江，爭流入大海。
阿公寒食嘅時節，聽見連殺嘅聲音呢，3頭2日啦，都要喺一條河壩度搞。我哋要自家做釣餅來釣魚嘅。阿公用皮料拖嘢當紅嘅棉線當做釣魚線，將細鐵當嘅硬錘刀變魚鈎嘅，將羊白嘅光切一隻下來當做包泡，再留用鐵嘅烏泥牙膏剪下一些啲剪起來做釣錘，過來我哋去採一隻乾銀竹組合起來，就係一支釣餅了。後面我哋到菜園地度一幾條線工做釣魚，就抽定到河壩釣魚嘅。河壩嘅魚嘅當中，沒有千多種類，鯽魚、鯉魚、七星鯉、等魚都見過，沒是釣過。天時早寒，雨水較少嘅時節，我哋要去捕魚嘅。我哋將一隻河壩搬石頭，讓河壩水蹲起來，再個起到水面拿啲面盆，一面盆一面盆，讓河壩水搖起來，倒到下向去。冇幾久，蹲起來嘅一隻河壩走水嘅。河壩底留兩片石縫度嘅魚呢，都會跳出來，大塊虎魚呢都黏黏一水桶哦。熱天嘅時節，我就前來去見呢條潮水，見呢條咪係老嘅海嘅一股，河壩水較長，水流較慢，兩岸全係堅強嘅架同羅樹，呢條時就走唔入來。河壩水特別清涼，跳水沒米氣嘅，各種搞法都知道輕巧。按河舊嘅河壩水，仲係本體人炒飯，嗰不種呢，變到位鬼故事來嚇挨到。心肝都明，雖然呢多少會驚鬼，卻唔敢按牛去潮水。把種嚟嘅彭先生老挨到講，當叫嘅頭擺，見呢條虎圈係嘅拍槍，當將摸嘅細阿妹嘅阿妹子，冇嘢。睇睇老外嘅工業咧，有一個軍官呢，當中意阿妹子，加美沙強烈反對佢加倍軍官，行到鋪出一頭，軍官受到強派嚴厲嘅處分，阿妹子十分痛楚，有一暗部等阿妹冇注意，就走到見呢頭跳河壩，阿妹子嘅阿妹非常嘅傷心。能上佢太叫，阿妹都係邊好啊？左邊嘅人錢冇錢啊？阿妹係邊度唔好啊？下後過1000多年，都有人講看到阿妹自己身影，點點坐到見呢條河壩上嘅牆石上，天天係死等長長嘅頭那麼，我哋當時實在唔知。故事到底係唔係真件呢？但將牆石嘅位尖冷嘅河壩水，一直看到心肝度永久記得。阿公張板來種辣嘅時節，根本唔係番薯市場上嘅老嘅海，留啲白種嚟對些皮嘅阿公睇嘅海流，係強一條河壩水。
第八种来嘅水源头，无老嘅海一只名嘅，只有河坝、准沟、水准安样嘅名嘅。老嘅海一个名嘅，还係搬来种辣地方过后，才后一摆谈到嘅。慢慢的长大，种辣係桃园南區青老年嘅一個市鎮。頭擺嘅人來到一隻所在開墾嘅時節，發現一條大河壩水當洶湧，河壩兩片土地青皮，故所按一個簡嘅辣嘅名嘅。喺大河壩嘅兩岸天記下來，聽聽河壩順起伏，就發展成都市嘅。當時淡水到新竹嘅城里人，來來去去做生意，會經過野味嘅地方，啲野味變了血熟。慢慢嘅，富泉龍潭、楊梅、仙湖、觀音，亦其實莊頭嘅蘑菇、番薯、青菜、雞鴨、鵝尾，都會再到野味來賣。老嘅喺兩片嘅地方越來越繁華，裁縫店、打鐵店、麵店、飯館、利沙、南北插貨，一家一家啲河壩嘅兩片開起下來，變到中辣青老年嘅市中心。地方嘅一片係店面，一片畫河壩，河壩上幾排老榕樹嘅景呢。淡熱不堪10碰度，重重嘅劍傳到河壩度，聽聽河壩水踩來踩去。老人家總喺三沙兩沙地到榕樹下坐了，食鹽飲茶，咩唔搭地方來來去去嘅人，但唱鼓裁縫打在鼓。河壩兩片無限有呢片嘅交通，其實越來越多嘅人。聽聽呢，馬祖廟嘅片啊，要開新嘅市，市裏又有虔誠信仰嘅香火，咪變咗一個鬧熱嘅所在。苞米就講佢係新嘅，喺河壩一片嘅街市呢，相對新嘅來講，就按到老嘅。當然。大家咪莫唔記得恩賜滋養老嘅一條河壩水，故所就按到老嘅海。雖然阿公唔識看過，不過老祖先明明拍拍講過，頭擺世上呢係做得對太陽嘅喜處講，出使到中辣老嘅海野味嘅哦。佢樣時嘅老嘅啊，真見豐盛哦。佢樣時嘅老嘅海呢？像真件係一條大河壩啊！40多年前，老嘅係總團山內當嘅個體成立工業區，平質、鹽鎮、化學、塑膠，開幾下10間工廠。附近嘅人家呢，單單走到工業區來上班。幾年前，年代冇幾多戶人家嘅山內檔，一下就搬過去當多年，又養當繁榮鬧熱。不過呢，繁榮嘅景象歷時幾年嘅過後，大家發現一個問題：老嘅係嘅河壩水變到污濁濁，當到垃圾清除。一條工廠產生當到廢水，乜嘅石磨、乜嘅米氣都有，全都排放到山內檔坎下嘅老嘅海底度啊！年代江縣強力嘅老嘅海，對這樣事意思變色咧，咩走面嘅，唔係都死槍槍。大家暗等屁股行過去，唔敢行夾母。
一条有恶作有处嘅河坝水流过老街，总让人真正发现呢。河坝嘅污染，本特别系老街系两岸嘅店家根本无法度做生意。邦面政府请专家来商讨一个加钱嘅解决办法，就系将老街系故意建起来，因为工业期嘅工厂做唔得停工啊。当到工人就会冇条路，为转去设计家，这是咱们严重嘅事情。既然咁样，将老街系建起来过后呢，老街系在两办恶做两办处都感觉唔到诶。当行还加一大片发芽芽嘅土地，做得做停车场，也系做商场使用。这样是老街嘅店家。各行青岛老人家都赞成一个做法，当家老街系嘅建改工厂就完成了。讲到了位，老人家停下来，目击嘅偷探一下，嗰一摆看到头前艳艳嘅素菜。唉，阿公，遐只故事，有条我通会说，有条我根本通唔说。汤姆森冇相干，阿可姑，你睇中意哪一件咯？我亲中意阿妹子嘅故事，我相信佢听说系有样嘅，还有教伊河坝水厂里做得落去做嘅要下工。秋水、高水这些，我没当讲伊做得在河坝水老榕树下讲古。姑说啊，阿公我哋也位用最诚意嘅心情老唔讲，当实理哦。做乜嘅阿公爱讲实理呢？因为当时我唔但请冇反对，还赞成建改，本唔得嗬，无法度将阿公限死嘅下。你以为高水高到太呀？阿可姑，唔想啲老嘅海底都高水我啊！阿公，唔系个像唔讲嘅故事安样，是建立条跳水，闻名企业，潮水安样系么？阿公，唔限讲哦。老街系按欧洲按出，按样会有可能去地度高水，等人讲哦。按样阿公在问哦，假使也未冇生意跌落去老街系，唔会样办啊？阿公，你硬是听说会跳落去叫牙妹，听错？唔过老街系当欧洲当初当得人讲啊。也未跌落，咪会变做当恶做当初呢？阿哥，唔要样行讲呢，在样板恶做样板出，样板对人讲，嘅系老嘅系，又唔系牙眉。我叫起牙眉后，就会夹夹带牙眉再去洗身，牙眉又会变到一个香里强强嘅牙眉耶。唔系个贤孝嘅声音呢。我相信天就会勇敢跳落去救娘呢。阿可姑唔知么，老嘅系一条河坝其实佢就像安尼嘅阿妹。阿妹拜台10年，当辛苦争江东，用心嘅照顾保护人。本地呢个世界天天嚟睇，也就系离开嘅阿妹。安尼嘅祖先开天辟地土生饭，对安尼食嘅水
都意思其微食嘅无诶，抢出了头所需要嘅用水，都系来自罗家海。有海水嘅福音，呢啲嘢为一代传一代嘅胎。按样讲来，罗家海咁唔系像呢嘅阿妹强样呢？阿哥，我听伢嘅意思诶，罗家海对恩弟来讲系当备胎嘅呢。乖孙呢，我就顶堂嘅事咯。大3年都会做茶师，当初了河坝铺放母奶见过嘅事，阿公地查了。按样阿公，恩弟呀下系唔系爱想一个好办法，去救恩弟嘅阿妹呢？阿哥，像我先生讲诶，老爷味变到比强海船更加强，有说系救么？阿哥姑啊，也系个好问题，咪系个大问题，到底有算系救么？你乡下想看啊？阿哥，县政府也下老改业拆退。唔好本采购嘅老家海阿妹买到天内下，见甜胖唔多，挨吃到系救。我当赞成安样讲，安样在想看啊，还有乜嘅做得做嘅么？假是将嘅和平工业完成，大家买来亚比山铺器材、运通、打水鼓，做得老家海阿妹乡下和和諧諧。不说呢，你阿妹系算救啊？大家做得行剑好吧？也挨咩同意哟？佢安样在想看啊，还有乜嘅么？阿哥，我想唔到啊。阿哥姑啊，阿公老唔讲，因为老嘅孩子用你，姑说系大家嘅阿妹。不过对阿公来讲，还有钓鱼嘅、挑水、摸米奇嘅，千多美好嘅事情。姑说，样板在出现江县强力嘅火把，系千重要嘅事情。阿公，我真见行色咧，嘅你听说爱老路嘅海阿妹非常利用。自己嘅隆隆绳，剑铁小绳，路桥巷，两只阿公手牵手，纷纷地行过路嘅海，消失到闹热嘅街市人群之中。